哥啊，上次我哋咪講咗濕疹嘅傳統療法嘅，咁講得傳統，即係代表有新嘅治療方法啦。叻女喎，想知多啲咧，梗係問佢啦。Doctor，除咗傳統療法，而家咪有好多方法可以醫治濕疹嘅咧？嗱，傳統嘅治療方案咧非常之簡單，可以食類固醇啦、搽類固醇，咁但係咧長遠嚟講咧都好多唔同嘅副作用。咁隨住醫學嘅發展咧，其實好多新嘅突破。咁譬如可以用一個打針嘅方法咧，已經可以令到個濕疹咧大大改善，針對翻濕疹嘅發炎解數，從而達到改善濕疹嘅效果。咁佢基本上咧副作用咧就相對較細。咁最大嘅副作用咧可能就係打針嘅時候嘅痛楚啫。除咗打針之外咧，可以食呢個口服嘅 JAK 抑制劑。咁口服嘅 JAK 抑制劑咧，最主要嚟講咧係阻止咗個信息嘅傳送，達到醫治濕症嘅效果。呢個一定要留意翻啦。咁就唔係個人適用嘅，因為咧如果佢有嚴重嘅肝問題啦，或者佢有本身咧有一個活躍嘅炎症啦，譬如可能佢有肺癆緊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唔適合嘅。除咗打針同埋食藥之外咧，當然可以搽藥膏啦。搽藥膏咧就用一個 PDE4 嘅藥膏，咁佢最主要嚟講咧，阻止咗 PDE4 嘅酵素咧，從而咧達到咧一個咧改善皮膚濕疹嘅效果。咁佢當然咧冇類固醇嘅副作用啦，唔會令到咧皮膚變薄，冇呢個青光眼，冇白內障。咁但係就要留意啦，搽嘅時候咧會有啲吉吉嘅感覺，咁所以搽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搽定潤膚膏打底先嘅。我聽人講咧，濕疹係唔可以沖太熱嘅熱水，係咪真嘅咧？呢個就梗係真嘅啦！沖涼嘅時候咧，一定唔可以沖太熱，唔好沖太耐。冬天嘅時候咧，梗係沖熱水涼舒服啲啦。但係濕疹病患者嘅時候咧，沖涼嘅時候咧，越沖得熱，越沖得耐嘅咧，就容易啲咧皮膚油脂保膜受損，從而咧令到咧鎖水能力差咗嘅。咁咩叫做為之熱水咧？就40度樓上就為之熱水啦。因為越熱嘅時候咧，油脂會容易沖溶咗嘅。咁另外時間會掌握得好緊要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15分鐘樓下咧都係咧可以接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成日都建議啦，所有濕疹病患者咧，如果想皮膚有健康嘅時候咧，盡量沖涼就冇沖咁熱，冇沖咁耐咧，咁皮膚咧先能夠鎖水鎖得好嘅。咁濕疹患者應該做啲乜嘢保持皮膚水分，免受傷害咧？嗱，其實咧濕疹病患者點樣保持水分咧，就係搽潤膚膏，再搽潤膚膏，再搽潤膚膏。咁好多人咧就諗住咧搽潤膚膏咧一次厚厚地一劈搽落去咧，保濕力就最好嘅，咁就唔啱嘅。其實做到好多醫學研究咧，點樣保濕力最好咧，就係沖完涼或者清潔完之後咧，5分鐘內咧即刻搽潤膚膏咧，個保濕力係最好嘅。而另一方面咧，好多人追求諗住揀一隻好勁，咩叫好勁咧？就係搽一次就唔使再搽潤膚膏，又達到保濕嘅效果，咁樣唔得嘅。一定所有嘢都係將勤補拙。如果要達到最好嘅效果，次數係好緊要嘅。咁好多人就諗住搽潤膚膏係咪4個鐘頭搽一次，2個鐘頭搽一次都唔啱嘅。好似頸渴飲水咁，如果你真係好乾燥嘅時候咧，可以不停咁搽潤膚膏。咁有陣時可能密到咧幾分鐘又覺得乾嘅時候，再搽一次，幾分鐘搽一次。咁所以咧要達到保護皮膚嘅屏障咧，令到滋潤保濕咧，一定係咧潤膚膏盡快搽，同埋咧要搽到好多次先達到一個最好嘅效果㗎。咁表層修復同埋保護又可以做啲咩咧？嗱，如果真係咁好彩，夜晚身痕又拗到損咗嘅時候咧，第一樣就唔好再拗啦，因為咧越拗越衰，越衰越拗。好多時候諗住拗咧可以止痕，不單止止唔到痕咧，拗傷咗皮膚嘅時候咧，有機會引致皮膚嘅發炎，可能紅腫熱痛，再嚴重啲咧，可能要去揾醫生咧處方啲抗生素膏，或者要食口服抗生素嘅。咁最簡單嘅方法嚟講咧，就盡快咧清洗咗個傷口啦。你用普通嘅開水清洗佢咧，黐翻膠布咧，個傷口會大大改善噶啦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情況真係好痕好盛咁，點樣搞咧？當然咧，可以用啲冰塊咧喺傷口附近咧動一動佢咧，都會達到咧一個止痕嘅效果嘅。咁日常生活濕疹患者有冇嘢要注意嘅咧？嗱，平時日常生活咧就好多嘢注意。咁啊着衫啦，咁其實咧濕疹病患者一般係揀一啲棉衫或者純棉衫。如果着一啲特別靚嘅衫，或者一啲纖維啊，或者係一啲羊毛衫嘅時候，最好着咗一個棉衫去隔咗佢咧，就少啲痕癢。咁大家都會成日都去旅行噶嘛，可能去日本，可能去澳洲，可能去唔同嘅地方，一定要留意下當地個本身天氣點樣樣。咁本身可能突然間你去咗北半球、去南半球嘅時候咧，其實個溫差都變得相當之大。
皮膚未必適應嘅。咁所以揀翻適當嘅潤膚膏。食物方面咧，我哋咧西醫咧都會叫人戒口嘅，我哋咧係針對性嘅戒口。每個人咧對個食物個敏感咧係唔同嘅。咁我哋有陣時自己點樣知道咧？當然我去完一個餐廳食完某啲食物出疹，咁就代表對個食物有敏感啦。但有時真係唔記得咗嘅時候咧，可以抽血睇下對乜嘢敏感。如果我知道我係對海鮮敏感，咁以後嘅時候就要特別小心啦。可能避開某啲海鮮咧，其實濕疹咧就會大大改善。濕疹患者咧，只要多加注意就可以減輕病情㗎啦。有啲咩唔明就問你哋嘅家庭醫生啦。